2002年，黃嘉玲同黃何淑英夫婦年僅5歲，患有言語障礙嘅獨生子廷恩不幸離世。兩夫婦好明白，照顧有言語障礙嘅小朋友需要付出好大心力，於是2年後成立廷恩兒童中心，延續對兒子嘅愛。我哋都當中心嘅小朋友好似自己嘅小朋友一樣，即係好俾心機啲教佢，亦都鼓勵我哋嘅同事咧，都好愛錫我哋嘅小朋友咯。眼鏡啊，佢有戴係咪啊？患言語障礙嘅兒童，往往因為唔識得表達自己，難以同人溝通，而面對情緒同社交上嘅困擾。中心就專為16歲以下嘅低收入家庭兒童提供1對1嘅專業言語治療，並且舉辦興趣小組，務求把握佢哋0至6歲學習言語嘅黃金期，改善佢哋嘅溝通能力。一支竹籤，篤一個士多啤梨。如果接受咗語言治療之後咧，佢就慢慢識去講多啲嘢啦，表達到自己多啲，咁佢哋就會開心好多。10年嚟，中心已經為超過1900名嘅兒童提供言語治療，當中70%嘅名額收費係獲減免甚至全免，其餘嘅亦都只係收取低於市面嘅1半收費。而家仍然有150個兒童喺度輪候。咁其實個需求就好大嘅，咁我哋都係量力而為啦，好希望盡量幫到更多嘅有需要嘅小朋友。黃嘉玲夫婦認為，孩子嘅言語治療必須要得到家長配合，所以都好重視對家長嘅支援。家長咧就好似我哋個朋友一樣，我哋嘅中心嘅使命咧係同家長同行嘅，我哋係同佢一齊去行佢哋教育佢小朋友，或者係喺佢嘅人生裏邊，喺呢個階段喺我哋中心接受服務嘅時候咧，我哋同佢一齊行咯。眼見家長盡力幫助自己嘅仔女，受助嘅兒童又一日比一日進步，重建自信，社交能力得到改善，令佢哋兩夫婦感到所付出嘅一切都係非常值得。